即届风台河雨水是真高，森林有真侪所在拢淹水，有袂少砖头淹水是超过100公分悬。全县阁有8万外户失电，7000外户阁还未恢复供电哦。有真侪乡亲拢讲，毋捌淹水哦，应该遮尔厉害。门口埕的水淹超过100公分悬，连房间内底的水嘛甲面层变悬，规暝拢无人敢困。云林水南乡的万兴村因为圳沟崩坏造大水，虽然已经有风声撤离，不过还是有村民选择要留落来守护家己的厝。日落的早啊，雨势总算有较少，不过圳沟的水也是一直流入去庄内。我看到安，我就用啊转头，头壳蒙蒙，唔知要安怎处理。啊，毋着规暗拢无困。规暗拢无困。哦。尖山村的水嘛也未退，中风的老人敢若会当坐伫面床边啊，双脚浸水。当地村长就讲，这是头一届淹水遮严重。啊，这大排毋捌看水吼，毋捌看水灌过，这边拢灌过来安尼，互你无法度应付啦。啊，那大鼻乡的西镇村为2、5尾暗仔盐潭圳沟冒出来了后，就开始淹水，加上附近毋是河就是圳沟，水下袂离，所以到2、6早起，这水也是超过130公分悬。到目前呢，较体才20公分，所以我只地势较悬，我只胸坎仔水，啊，所以我地势也佫较低遐佫深。昨天下午的6点多，这样弄水啊，这状况淹水，我已经淹了15个小时了。另外，伫咧北寮的少林寺社区，同款是为2、5暗头啊开始淹水，深度嘛超过100公分悬，有民众规暝无困，无用咧甲水运出去。乡的6、7点就开始雨雨好啊，好啊4、5点。仓库啦，然后家里，你看我们家还有槟榔摊，全部感觉唔捌淹遮尔凄惨的啊！凯美风台发威，大水雨扫过云林，造成全县8万外户停电，目前也有7000外户也未恢复。民众表示，即摆就爱等雨紧停，才会当慢慢整理厝内。记者王维雄，云林报道。